在咱们全场的朋友也已经看到了，下面这个圈已经得到稳住了。如果说挑战成功，我希望全场的朋友看这个节目的时候，可以多一份理解，多一份包容。我也希望咱们全场的朋友能不能伸出你们发福而又身材的双手，大家一起拍拍手，热闹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嘞，谢谢。